白色脱逃这款游戏有真侪少年人拢介意耍。来看西班牙有一间公司推出这款现场的游戏，来参加的民众爱伫时间内底用迷彩为白色观察内底脱逃，若无可能会去互带起来。 一个人被锁伫咧棺材内面，面头前有真侪谜，你爱家解开，也过有限定时间，30分钟内就要赶紧走出来。西班牙游戏公司所设的这款实景游戏《强自证》，让参加的人体验死亡边缘，紧张又刺激。 Dentro del ataúd da un poco de cosita, porque bueno, hay cosas que no te esperas, que a lo mejor te asustan un poco, entonces de repente es como, ¿qué está pasando, no? Y aparte... 这个游戏的灵感是来自美国恐怖小说家艾伦坡的作品《活台》，以强自证患者，让人错误认为就是已经死亡，或者是高早时阵医学较无发达，造成一寡病人被活台进行做主要设定。两个人一组，一人倒一骹观察，用内面的放送器互相沟通，两个人配合才有法度走出来。 We had to like scream at each other because I could hear her on the other side. 参加的人也当伫咧算进前就先决定，若是逃脱失败，要安怎办理的后事，用倒一种观察，敢要火化，算起来更加真像是真的。 Y aparte estás recreando una situación que tarde o temprano viviremos todos. Vives tu propio entierro. It's actually a very unknown feeling because I've never had to do it before, having to select how I want my funeral. 敢若是对感视器画面，就能感受到伫咧算的时阵，将要死亡的这种刺激。假使这种题材定定出现伫咧电视、电影甲小说内面，这嘛是民众家己亲身去体验，是有无共款的恐怖滋味。公司新闻，牛眼编辑。